用緊呢啲軟件嘅你，有冇諗過一鍵可以做到啲咩？可以一鍵 reverse， 可以一鍵調參數，仲可以一鍵計時。佢就係 Logitech 嘅 MX Creative Console， 一盒有一個 dial pad 同埋一個 keypad。以往嘅控制器最驚就係唔記得自己 set 咗啲乜嘢，但係 Logitech 就係佢哋嘅 keypad 上邊有9個客製化嘅電子顯示按鈕，無論你轉邊一個程式都會自動更新、開閂界面、切換工具，甚至幾個掣合做一個，令到佢做到片頭嘅一鍵影片回帶。上埋 Marketplace 仲有40幾個 app 俾你直接套用現成嘅快捷鍵。而今次 Logitech 最大嘅賣點就係 dial pad 上面有個 Action Dial， 一撳一拉就可以輕鬆配搭轉盤微調任何參數。最誇張嘅係而家 Start 學生優惠，用3996買15個月 Adobe Creative Cloud 全家桶就送一套俾你，報讀嚟緊1月嘅 CG 課程仲免費送一套俾你添，即刻留言想要了解一下啦！